饱受的饱是吃饱饱，吃得很饱的饱了。饱受战争痛苦的儿童，正在快乐的玩耍。鸽子衔着橄榄枝啊，代表和平的到来，和平鸽嘛。已经的已。那如高考得到满分的作品，考选择啊，人生有真的很多的选择，用智慧才能够得到正确的选择。已经末法时期啦，要赶快得孔孟圣道三宝心法，超脱生死轮回，才不会白来世间一趟啊！这才是有智慧的选择。赶快遇到天命名师就要得三宝心法，快求名师指点得三宝心法。孔孟圣道三宝心法，性理真传，帮助了脱六道生死轮回之苦，离最苦得最乐。